两兄姊平安。哦，今日阁足寒的吼，甲前两天无啥共吼，前两天短袖吼，倒个拢摕出来啊，但是即马阁寒甲安尼。吼，但是感谢上帝啦吼，咱四季的长势伫主的安排内底。吼，大家要注意健康哦，衫穿多，水嘛爱啉多哦。吼，无咱会消磨会较侪。咱三个来祈祷。听主主，阮感谢你。你创造这个宇宙的运转，互阮的四季长势伫你的手中，主，阮的性命嘛伫你的手中。主啊，求你陪伴阮，也互阮愿意陪伴别人。主啊，恳求你带领阮今日所有的礼拜，当阮互阮会当注目伫你，互阮的生活中，阮也会当将家己交托伫主你的手的。今日所有的服侍，恳求主你甲阮三个弟弟。也恳求你亲身临在伫中间，进入阮的心，诚侪阮的困难，诚侪阮的帮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各兄弟大家平安。哦，天气较寒吼，咱若出较大声咧吼，就身躯的热气就出来吼。所以咱即马开始来唱歌，比你平常时较大声一丝仔就好啊吼。好，咱即马开始来唱歌吼，来。是嘞吼，迄个580首吼。
歌是迄个约瑟，耶稣夫吼，施温，伊是英国的牧师，吼。啊，遐头前有写，伊是1761年到96年，安尼偌久，35年，伊生命35年。啊，伊是一个诗人，是赞美诗歌的作家。伊出世伫伯明翰吼，伫细汉的是一个孤儿。伊伫伯明翰的时拄开始是做雕刻师吼，雕刻师。后来去伦敦，伊1782年的时才来信耶稣。1783年第5月初10的时受洗礼，以后才做迄个浸信会牧师。伊正式的服侍是1792年到1796年，伊一直伫一间教会就沃尔斯东街的浸信会伫遐服侍。伊一生吼做传教者所写的诗歌，受到迄个时阵的诗班足侪来甲伊唱哦，足有名吼。你想咱即首诗歌伫旧的圣诗282首，过来甲摕过来遮，我看团队选即首，伊一定有伊足大的意义吼。所以我想，咱唱了即条诗歌，应当咱拢足欢喜的吼。好，我只要讲的35年中间，上帝互伊虽然走，但是伊呢做好真侪代志。我想咱伫咱一生中间，不管咱每一天拢来为着主来做工。好，过来，过来，咱来唱380首。300公尺，是嘞，300公尺。上帝奇妙的名，我要唱歌来学，上帝奇妙的名，我要唱歌来学，耶稣无比的疼，我要唱歌来学，耶稣至上的名，为你出来。这首诗歌是一个颜生吼，迄个牧师伊是1946年出世的，牧师佫会写词吼，写歌词，伊服侍的时间拢伫台南迄个所在吼。好，过来咱来唱132首。所听我在。
即阵。我要来讲，我想要选这条歌吼，因为过来儿童节咧到。我印象中，我细汉的时，校长咧讲故事，无，听故事听到流嘴嘛，后壁咱摕一个杯仔来，吼伸喙嘛，这个校长吼，伫我一生的中间对我影响真大，所以我伫主席老师，伊嘛安尼教一条歌吼，咱第一摆过来唱吼，但是恁来听，对我来唱吼，看伊安怎甲伊教吼，我看4拍卡到8拍卡到12拍，恁嘛安尼个看得到偌久拢来看吼，好，第一集倒。耶稣听我在面，因为记载的圣经，细汉囡仔虽软弱，耶稣会照命耶稣听我。我想这乡里吼，最快乐是喊伊两孙啦，3、4岁孙啊，4、5岁孙啊，还没算哦，最快乐我讲你大家人拢共款啦吼。好，今仔日吼，咱最后过来唱43首，进入咱的礼拜。唱一只得。时间进了路的天前，先刻的一切，我的花路线。唱歌到这吼，礼拜吼。
上帝啊，因为活命的源头在伫你，对你的光，阮看见光。愿你常常施落慈爱，互捌你的人，施落公义，互心内正直的人。这是咱三甲来吟诗，吟新圣诗第580首，新圣诗第580首。我心大欢喜，我的嘴着吟诗。我心大欢喜，我的嘴着吟诗，感谢主上帝大仁义。伫日时而乐，伫眠时我感谢，安尼服侍也无够野。请咱起立来吟全首。真侪，咱同心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咱做伙来启用伫新圣诗后面启用文第18篇。启用文第18篇就是诗篇67篇。咱做伙来启用。愿上帝怜悯阮，赐福互阮。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
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愿万国快乐，唱歌欢喜，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土地有生产五谷，愿上帝赐福予阮。这时，请咱同心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阿爸爸上帝，愿荣光拢归伫你，愿你的名永远受万民来尊重。阮的性命、阮的国家、家庭、工课等等的一切，拢是你所赏赐的。阮爱存敬畏的心，好好来管理这个世界。但是你知，阮是软弱的，心思意念一个就歪错去，袂去救阮，拒绝恩典，不是犯罪。恳求上主怜悯拯救阮，互阮有谦卑诚实的人来向你悔改。恳求圣神引带阮脱离罪的引诱，阮要宣告上主的圣尊名，我靠主尊名来得到胜利。伫阮台湾的对岸，中国伊无承认上主的尊名，伊是国共产的体制，用极权来控制人的思想甲生活。伊无重视人权，伫遐无有真正的自由。伊即马透过军事、文化、在地红色的政治人物甲媒体，来压迫、恐吓台湾的人民，要来改变阮的生活。祈求上主保守看顾台湾，互台湾正变线，面对即个敌对的势力的威胁，会当同心做伙来守护阮所喜爱、所拍拼建立的民主自由的国家体制。阮伫遮嘛迫切为着缅甸的大地震来祈祷。阮拄过921的地震，真心感受过迄种无安全、无平安、无圆满的时刻。上主啊，求你亲自来安慰拄着死失的家庭。上主啊，求你将平安赐落伫受着大惊吓的人的心中。上主啊，求你将勇敢的灵，互遐个百姓伫因艰苦患难中，有耐心、有信心、有愿望，定心来徛起来。上主啊，求你互政府官员有够野的智慧，顺利来完成所有救灾、重建的工课。伫阮祈祷中，嘛爱时时来纪念因，求主帮助因。阮将遮个拢摆咧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求。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5章9节到12节。伫咱的旧约圣经第235面，约书亚记第5章9节到12节。第9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讲：我今仔日将埃及的能力移煞离开恁。对安尼，迄所在名叫吉甲。直到今仔日，迄时以色列人扎营伫吉甲。迄月14下晡，伫耶利哥的平原守搬过节。搬过节的假日，因就食迄所在所出的，拄迄日食无甲饼甲烘的五穀。因食迄所在出的假日，玛纳就停歇。以色列人也无阁有玛纳，迄年因就食迦南地的土产。以上。
这时咱来请相连甲妇女团契联合诗班来吟诗，因要吟的诗歌是《至好朋友就是耶稣》。这是请本堂的礼贺传道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咱的结局，咱的结局”。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讲道开始以前，我想要来问大家：伫恁的人生中间，恁敢有经历过一段时间，也是一个转变的这个时刻？是你感觉你无过是亲像过去的迄种人共款？也是讲伫对一个阶段，你想讲你要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有一个新的身份，
扮演一个新的角色。我想真侪人可能拢会想讲，可能就是决志信主的迄个时刻，也是讲大学毕业要出社会的迄个时刻，也是讲某一摆咧祈祷中间经历着圣神的充满的迄个时刻。即款的转变，就亲像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约书亚记》第5章所记载的结果同款。这是一个记号，这也是咱生命转化甲更新一个重要的时刻。更加是即个以色列人重新甲主立约，并且同齐行出迄个时代新的信仰的故事的起点。所以，伫开始行即条道路进前，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伫透早虽望有寒冷的天气，佮落雨，总是阮亲近你的心是火热的。所以，愿主你来看顾保守，互阮今仔日，无论是伫遮听讲道，也是讲的人，拢伫你的圣神的引带带领内底来得到利益，嘛帮助阮做伙来行即条行往结果的道路，互阮伫结果顶面来超找人生转变的即个时刻。阮将这以下的时间仰望伫主你的手中。安尼祈祷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今仔即个故事咧记载讲，约书亚伊是怎样去带领伫旷野出世的即个世代的即代，伫咧即个转变的即个时刻来承接顶一代甲上帝的关系甲信仰。伫即个新的即个生活方式中间，因重新要甲上帝结连。并且进入到一个上帝应允迦南地的即个故事。约书亚记伊的故事就记载着即个旷野世代的人，因怎样伫顶一代诚做奴仆的即个应影内底，重新去超找着家己尊贵荣耀的身份，并且透过因的顺服甲军队，将因听见的即个信仰转化成做因实在看见。甲因要实践的即个信仰的一个使命，这其实嘛是咱即个世代的信仰的故事。无论是咱教会遮的少年人也好，也是讲第2代、第3代、第4代的基督徒也好，咱可能拢对听见的即个福音，行往超找家己信仰的即个故事的即个过程。今仔日咱透过即段故事，咱做伙爱来思想的就是，当咱领受着属上帝囝儿的身份了后。咱阁要怎样重新甲主来立约，并且来行出一条堪得领受福分甲产业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一条脱离诚做奴仆的身份，进入到一个应允的所在属灵的道路。今仔即个经文，咱需要对头前开始看。歹势，我今仔即个经文吼。原底是写9到12节，毋过其实是我可能写毋对，应该原底我是要甲大家分享第1节到第12节安尼。所以无要紧，我会对头开始搁小可讲一下即个故事。伫今仔日即个经文的故事内底，伊就是讲到约书亚记伫第1章，上帝就应允约书亚讲啥物？既然你骹所要踏的所在安怎，我拢要赏赐互恁，对毋对？也因为安尼，约书亚伊就开始进行。要带领遮的百姓以色列人要进入到即个迦南地的即个计划，总是因安怎搬过即个约旦河即个中间，所以伊就呼召以色列人因做伙来备办，要来渡过即个约旦河。当约柜徛在伫咧即个约旦河的中间的时阵，即个水就安怎干去，所以伊就互以色列人行过即个干的约旦河，然后渡过约旦河了后。因用石头来纪念，是上帝带领因来渡过约旦河，然后进入到应允的所在。这是为着要安怎？要甲因的后代来说明讲，这就是上帝所为咱所做奇妙的拯救的代志。这个时间差不多伫正月初10，也就是可能历史学家咧记载讲，可能是摩西过身了后的2个月的时间。也就是咱的新历的3月到4月的即个中间，以色列人因要伫即个过程中间来过盘过节，迄时的以色列人因就安营伫今仔日的即个所在的结界。正确来讲，其实结界的即个地点，其实到现在拢还袂有一个定论，讲到底是伫倒位。
总是海法大学的亚当·泽特尔教授，伊捌有带领因的团队，考古的团队去到即个约旦河甲以巴山的即个交界的所在，因拢总有发现5个符合像指甲的即个所在的一个所在。啊，恁知影这5个所在有啥物共通点无？恁敢知影这是啥物？恁看会出来吗？这是啥？你想要知影我鞋仔穿几号无？这是一个脚印，对毋对？啊，为虾米会有脚印？你敢有想到啥物？我头前条工有讲咯，上帝讲安那，对约书亚讲，我既然你的脚所踏的所在，我拢要赏赐互恁哦。所以足特别的，因即个考古团队伫5个所在，甚至有一个即个是用围墙摆咧成做一个脚印的即个形状。因伫即个所在发现讲有遮个所在，所以因认为迄当时的人可能是将上帝所赏赐互因的土地，拢用即个脚印来代表是因的产业，吼。好，所以伫即中间，咱会当来看到就是，当附近遮个达国的君王，因听到以色列人已经渡过约旦河，然后是上帝透过即种新约的方式，互因渡过的时阵，遮个附近的君王吼，拢惊甲袂顶袂动安尼。这嘛是我想，这就是上帝对伫以色列人拯救的一个特别的计划。总是即个计划，迄当时以色列人因敢知影？我想因可能毋知影哦。总是伫即个结界的即个过程中间，上帝吩咐约书亚做一件真特别的代志，就是呼召所有以色列人的查某人，要伫挂咧山顶悬来用火石刀来行割礼。这其实是一个真趣味的代志，因为伫迄个时代，约书亚记的时代已经进入到后青铜时期的即个过程吼，已经毋是迄种所谓石器时代啊。为虾米上帝犹原要来用因，叫因来使用即个火石刀咧？后来经过即个研究来看，恁用倒一个刀较好用？是火石刀较好用，还是用青铜做的刀较好用？恁感觉是对一种刀较好用？其实后来研究了后，发现哦，颠倒是火石刀较好用的，因为伊的刀锋的迄个部分吼，是无起角的，是足滑顺的。吼，颠倒伫即个滑顺无起角的过程中间，即个刀锋伊是无细菌的。啊，颠倒是青铜刀吼，伊拢有起角，总可能伊虽然已经磨甲足来，啊，毋过伊个刀锋阁是有起角的，所以即个起角内底会藏啥物？细菌哦，吼，所以咱会当想象，咱无法度想象讲，伫迄个无即种仪器的过程中间，上帝犹原已经帮因选择上适合的即种器具来做即个行割礼的即个器具安尼。所以当咱来看到今仔日即个经文的即个故事的时阵，上帝呼召因约书亚来做2件真重要的代志。第一点就是行割礼，第二个就是守搬过节。即2件代志，其实对伫因来讲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嘛是充满属灵的意义的。行割礼代表的是啥物？上帝要甲以色列人恢复甲因立约的即个记号。所以伫咧行割礼了后，上帝阁有伫第5章第9节有讲：今仔日我要拄起恁伫恁身上，伫咧埃及即奴仆的见笑甲侮辱。所以即个所在现在要叫做结界，因为伫咧原文内底结界是啥物意思？滚开的意思，散开的意思。所以即个意思其实是讲，我要将迄块伫埃及压迫恁诚做奴仆奴隶的即个大石头，即时要对你的身躯顶散开。我要将即款的见笑、侮辱，即款的奴仆的身份。甲恁对恁的身躯顶散开，即时阵恁无过是即个奴仆，即时阵你是阮的囝儿，你是我的百姓。所以为虾米上帝要伫即个时间点，爱以色列人的查甫人拢来行割礼咧？这敢毋是要陷落伫危险中间吗？咱感觉会记伫创世纪有一个故事，34章，伊发生啥物代志？就是雅各的囝有2个囝，利未甲迄个西面，对毋对？
因为着要替家己的兄妹报仇，所以欺骗即个示剑城的人来行割礼。结果伊行割礼咧听的时阵，伊拢撞入去，甲所有规城示剑城的查甫人拢杀死了。所以其实上帝即时阵要叫以色列人来行割礼，是一个真危险的代志呢。你会当想吗？即阵人吼浩浩荡荡安尼过迄个河，然后亲门大户入去到即个所在，边仔拢是遮足强大的即个国家吼。遮个人结果因入去第一件代志，竟然是卸下自己的武装，就是失去因的武力。对伫以色列人来讲，若是我应该足惊的吧？因为若是即时阵，遮个君王来拍阮的时阵会安那？阮真正会当等死尔咧，对毋对？所以咱会当来想象来看，就是伫咧曠野出世的即代、即个世代的遮以色列人足特别哦。伊比起进前死伫曠野迄代，即两代比较起来，颠倒是伫旷野出世的即代较有信心，嘛较愿意来顺服哦。其实上帝嘛透过遮个礼仪，要互因来了解一件代志，就是我必须爱来改变恁的身份，我先爱来改变恁的身份，才会当来带领恁来得胜。也就是讲，因必须爱脱离因成做奴仆的身份，真正来先成做上帝的囝儿，甲上帝的百姓。然后因所征战、所得到的一切，才会是上帝要赏赐互伊的囝儿、伊的百姓的产业。这嘛是上帝对伫伊的百姓的应允。所以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上帝要透过因所过的即个搬过节，搁一摆来提醒因，上帝是怎样伫一路顶面来施行即个拯救，并且来竞选即个民族，成做伊的百姓。特别是伫即摆的搬过节有一个啥物代志发生，就是上帝伫咧即摆的搬过节中间，伊停止搁供应玛纳，成做以色列人的食物。为虾米要安尼做？因为上帝希望伊的百姓爱开始进入到后一个阶段，就是因开始爱家己来栽种，家己爱收割，管理家己的土地，然后因爱开始学习对伫家己的性命来负起责任，并且伫即块土地顶面学习要怎样来活出上帝要交托因所活出的即个使命甲生活。所以为虾米今仔日我会甲大家分享讲即个题目叫做咱的结界，是因为我想咱每一个基督徒拢需要来超找到咱生命中间的结界，因为咱的生命可能过去有侪的伤害，侪的侮辱、见笑，甚至是对伫过去对伫家己生命的角色，甚至是咱生命的价值、咱的身份的认同，拢有错误的了解。直到迦南地，就算讲迦南地伫咱的面前的时阵，咱煞毋知影要怎样进入到即个应允的所在。所以求上帝来帮助咱，当咱超找到生命中间的结界的时，就来帮助咱超找当去过去甲主立约的即个记号。更加重要的是，咱需要重新来恢复咱是上帝囝儿的身份。嘛，因为安尼，咱需要脱离以下两项代志。第一项就是咱需要当咱犹原活伫过去的伤害中间的时，咱的生命可能就犹原活伫过去的即个阴影中间。有时有的人可能捌过去，因为受到人的拒绝，至到认为家己无欠得到别人的疼甲关心。有的人可能过去有犯过错。所以感觉活伫即款的见笑中间，认为家己袂堪得成做上帝的囝儿。总是伫咧结界的即个过程中间，上帝要医治咱过去的伤，伊要刷开咱心中的见笑，过去受到侮辱的遮个过去。伫咧结界，上帝要来医治咱，恢复咱的身份。透过即个割礼，伊要互咱。重新来想起过去捌甲伊所立的即个约，即个约就是伊要成做咱的阿爸爸上帝，即个约就是咱要成做伊的囝儿，成做伊的百姓。第二，咱需要来褪去即个做奴仆的心，用囝儿的心来代替。
过去可能咱拢认为家己无资格成做上帝的囝儿，可能上帝爱咱放下过去的遮个伤害，过去所发生的代志，总是咱讲我做袂到。可能是上帝爱带领咱进入到生命的后一个阶段，希望咱的生命会当来成长，总是咱讲啥物，我无想要改变。以色列人伫咧结界时，上帝呼召因来脱去过去诚做奴仆的即个身份甲心灵，透过割礼甲搬过节，上帝搁一摆来提醒，恁是拥有诚做我的百姓、我的囝儿的身份呢。所以伫咧即时，我要闪开这一切，要互恁恢复即款的身份，嘛要赏赐，搁来遮要赏赐互恁的产业，互恁来管理，同齐教我做伙来进入到一个生命另外的一个关系的阶段。所以上帝伊要脱去咱心上的遮个见效，伊要刷去咱无愿意受起的过去，互咱堪得承受伊所要应允互咱的产业。特别是咱教会的少年一辈，在座遮的青年吼，咱也需要来思想，咱来找到咱生命中间的结界。也就是讲，对顶一代，咱有听见的遮个信仰，到现在，咱要怎样亲像旷野世代的人，因诚做实践信仰军队上帝的囝儿。我想迄个旷野世代的遮个青年，也是讲遮个以色列人。因拢是听到爸爸妈妈、阿公阿嬷讲，较早上帝是怎样透过云条、火条，也是讲透过啥物神业将因救出来。可能因伫即中间听到侪的遮个故事，因嘛实际上接受到玛纳的供应。总是因要怎样伫即个时代重新开始超找到家己甲上帝的关系。可能咱即摆教会的遮个少年一辈的青年也好，也是讲其实这青年的论据足快啦吼，看你认为家己是青年就是啦吼，就是吼，咱遮少年一辈可能拢咧听到过去马甲是怎样传福音，互张来互张落的，也是讲咱的信仰前辈因是怎样来保护守护咱即块土地，等等遮个故事，互咱伫到即马，咱会当伫遮做伙聚会听上帝的话。这是因为即个遮拢有遮个信仰的故事，互咱会当组织伫遮。但是遮个故事以后呢？以后咱阁有啥物故事会当甲咱的后一代讲无？咱家己的信仰敢有写出一个新的故事？上帝要求因行割礼，其实嘛就是要互因有一个改变的过程。即阵旷野世代的以色列人，对伫因家己的信仰，因总算无过只是听见那尔，是因亲身来体会到信仰的意义。透过即个行割礼，互因无过只是听见因父母信仰的故事那尔。这是上帝伫咧结界要重新甲因立约的故事。上帝伫因开始征战，并且进入到迄块土地以前，伊必须爱甲遮以色列人重新确立一个关系，并且互因清楚知影自我认同的身份到底是啥物。你到底是伫埃及的奴仆，也是你是上帝的囝儿？这会当来帮助遮伫旷野世代的遮以色列人，因伫咧面对后来因所面对遮个无共款信仰文化的冲突的时阵，会当来保守因的信仰，甲因对上帝的敬虔的心。这嘛亲像即摆即个世代的少年人共款。当咱遮少年人咧面对着的环境，以前甲顶一代已经拢无共款啦。即摆 AI 的时代，即摆世代咧变换足紧的。即世代的少年人所面对着的环境、信仰的环境，也是冲突，其实甲顶一代的长辈、信仰前辈已经拢完全无共款啦。所以，咱敢有法度来咱遮的青年，我嘛是青年啦吼。咱遮的青年要怎样伫即个世代来真正来超找着即个世代，咱要活出信仰的即条道路呢？其实即个任务只有咱即世代的青少年才有法度来行出来的，因为只有咱才知影清楚要怎样伫即个世代来来过生活。所以这是一个对伫咱即个世代的青少年真重要的任务，就是咱敢有愿意伫即世代为基督徒行出一条信仰的道路。
也是讲咱就受到即个世代来影响家己的生命，然后影响家己的信仰。所以今仔即段故事，上帝呼召约书亚带领即阵旷野世代以色列人，因伫遮个强国中间，为家己的信仰来行出一条道路，起做一个属于上帝的国度。这是因为即群以色列人，因愿意伫咧即个危险艰难中间，抓住上帝的应允，顺从上帝的教导。所以当上帝伊透过割礼要恢复因过去利用的即个记号，透过盘过节要脱去因成做奴仆的身份，透过天子玛纳的供应，要开始叫因对伫家己的生命来负责任。这一步一步的带领，拢是上帝要建立属于伊的百姓，要怎样来领受身份甲产业的一个过程。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阁有咱在座所有的少年人，找到咱生命中间的结价，其实就是咱要怎样来找找到一个咱生命经历着上帝，而且开始发生转化转变的一个过程。若是安尼，咱需要来做啥物？我想，咱需要来做，就是带着纪念、深深的感恩的心，来去经历着咱的信仰。即届咱教会伫今年的暑假要办夏令营，顶届开会的时阵，咱的青年讲，开始为着即个夏令营要号一个名嘛，对毋对？总是即个名可能还未完全正确的号出来。总是因足特别的是，因即届的即个夏令营的主题，因希望是期待用文山的信仰的历史，去甲即个地区的囡仔来分享一份对天顶所热爱的即款的疼。其实就亲像安尼，当旷野世代以色列人因过着盘过节，并且接受割礼的时阵，就亲像现在的咱。深深的来纪念过去信仰美好的光景，美好信仰的脚印，然后阁有遮个恩典，并且徛伫即个世代，咱做伙来拍拼，来分享实践咱所经历到的即个信仰。所以各位亲爱的少年人，属于咱的信仰到底是啥物？可能咱即马可能阁懵懵渺渺，可能有的人开始知影讲。带着信仰的公义来参加社会或者运动，这可能是咱信仰的一部分；可能是参与伫教会的服侍，这是信仰的一部分。伫即个信仰的中间，其实就是安尼，有侪无共款的所在，咱会当来付出真实的信仰的行动。有时阵，咱可能以为行洗礼只是一个信仰的歌，已经是洗礼是一个信仰的歌风啦，已经是一个信仰的歌风。总是传道想要甲大家分享的是，其实洗礼只是一个开始尔，是脱去过去的自我，你愿去穿起来，将耶稣基督的生命穿伫你的身躯顶的一个开始。这是一个决定，这嘛是一个互咱会当开始来经历着信仰的起点。所以咱爱来更加需要的，就是来参加即个信仰的生活、团契的生活。当然包括上基本的即种灵修啊、祈祷啊等等的。另外就是爱参与伫咧服侍，亲像即种福音队啊，也是讲夏令营即种团队的服侍嘛真好。其实透过遮的服侍，会当来帮助咱真正是来实践、经历着咱的信仰。当咱真实来行出实践信仰的即个每一步的时阵，遮的行动就互咱无可只是听去福音甲信仰的人，而是用行动去实践的人。这帮助咱对一个信仰的领受者甲消费者，成长成做一个信仰的实践者，甲教会的建造者、起造者。所以当咱正兄弟姊妹，无论是老中青无共款的世代，其实拢需要伫咱的生命中间来敲找着咱的结果，敲找着咱生命的故事，咱才会当来共同来编写属于咱文山教会伫即个世代要传扬落去的信仰的故事。所以结果，伊毋那只是提醒咱听见别人的信仰的故事尔。这个结果是咱愿意行出迄步，来去经历着上帝的信息甲带领，并且咱甲上帝
咱愿意甲上帝做伙来写出上帝咱的新的一个信仰的故事。结果嘛，提醒咱，无过只是奴仆的身份，你是上帝尊贵囝儿的身份。所以，当咱脱去旧的性命，穿起一个新的性命的时阵，咱就会当来做新的代志。这互咱脱离过去颠簸咱生命的束缚，互咱会当重新活出一个自由喜乐的人生。这个结果嘛，提醒咱的信仰无过只是消费，而是参与甲建造。上帝的提醒，伊嘛期待咱透过咱的生命中，渐长大成熟，无过只是我靠伊的恩典来供应那尔。而是咱会当透过家己平常时的灵修、甲信仰的起造，会当建立一个甲上帝亲密坚固的关系，然后咱来确信咱甲上帝的关系。结果嘛提醒咱，无过是活伫惊吓中间。就算讲对敌四围围累咱，上帝伊的信息毋捌失败，也因为安尼，咱会当有信心。甲勇气，就算讲伫咧危险艰难中间，咱犹原会当做对的选择，做对的代志。因为上帝早就已经亲身来为咱来征战。所以期待今仔日伫咧讲道结束了后，咱等于到咱的生活中间的时，咱愿意同齐来敲找咱生命中间的结果。咱做伙伫即个结果。经历着上帝要来转化咱的身份，要来医治阮的过去的伤害，然后咱做伙甲上帝做伙编写属于咱即个世代，特别是少年人，咱即个世代，咱所活出来即个信仰的一个新的故事，咱同心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伫阮还未认捌你的时阵，你就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你已经立下一个透过耶稣基督的性命，向阮所立的一个新的约，就是这个恩典是白白赏赐互阮的。总是当阮领受这个福分的时阵，我嘛愿意伫阮的生活中间真实来实践一个信仰。来顺服你的教导甲旨意，求你的圣神真实甲阮所有文山教会的兄弟姊妹每一日同在。当阮伫咧生活中间的时，透过你的圣神时刻的提醒、启示、教导甲引带，互阮伫阮的生活中间来敲找着阮生命的结果，互阮伫即个结果会当来经历着你的信息、你的疼痛。你的恩典充满伫阮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互阮伫即中间生命就来发生一个好的转化、的改变的过程，互阮有气力、有信心、有勇气，佮有智慧，伫咧即个世代来行出一条新的信仰的道路，嘛互阮的信仰生命的见证，成做伫咧即世代的一个故事。会当来传扬，互阮身躯边的人，传互阮教会的后一代，佮后一代，互因看见，这就是阮即个世代真实经历着上帝引带佮带领所发出来即个生命的见证。主啊，我要将文山教会所有兄弟姊妹，阮每一人的生命，拢仰望伫主你的手中。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咱来唱回应的诗歌《神圣诗》第308首。神圣诗第308首，我要唱歌来而乐，我要唱歌来而乐，而乐上帝奇妙的听。我要唱歌来而乐，而乐上帝至圣的名。我要唱歌来而乐，
何乐耶稣无比的听。我们唱歌来何乐耶稣尊贵的名。对日出来的所在，直到日落的大海，我们要唱歌报人知，有丰盛的主爱，伊的信息到万代。我们要唱歌报人知，请咱起立来吟全首。遮济，即时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怎你还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好，这是来报告。伫报告台前，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读2遍。请，所以人若惦伫基督，就是做新创造的，旧的代志已经过去，
那拢变成新的。格林多后书5章17节，再一届来。所以人若定伫基督，就是旧的代志已经过去，那拢变成新的。格林多后书5章17节。即是来报告后礼拜的事工的分担敬请咱的省略。领唱是赵以诺长老，赵以诺；书类是许冠成，书琴是张丁宪，献诗是献歌队，书献是郭金敦、林宗豪，交代是郭金敦、陈淑锦，音控是曹明祥、张信群。咱后礼拜三的查经祈祷会是要查考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1章，主理是郭牧师，书会是柯玉佳执事。咱后礼拜主理是郭牧师，伊要经文是《士师记》7章第1节到第8节，题目是你所挖课的，请咱会当伫厝内先来准备。咱来看第6页的消息报告。后礼拜日4月6號，咱要舉行聖禮典。迄天的聖餐的奉獻是要為着平安基金會所屬的台北婦女典業中心來做奉獻。請兄弟來準備心，下口有一寡伊的簡單的介紹吼，咱會當大家來看。因的服務的項目內面有一個教會甲社區的關懷據點吼。咱文山咱教會社區關懷據點有項因做伙合作來配合。第二，2025年受難日的聯合禮拜，伫4月18號，拜國營業8點，要伫咱教會2樓舉行受難日的聯合聖餐禮拜。請咱踴躍來參加。第三，瑪納團契二手義賣活動，咱伫後禮拜要伫教會的總庭、舊堂、甲地下室要來做即個活動。咱的物資的捐贈，咱後禮拜6、12點到8點攏會當來收，請咱來做一寡準備。第四，社青小組生命成長的課程，咱社青小組要開一個讀冊分享的課程。因要讀的冊是叫做《為工課立界線》。咱第一屆上個時間要伫4月27，即擺會當開始報名到今日到下禮拜為止。咱會當來問義如執事一寡上課的過程，甲內容。第五，安歇主懷，今仔日下晡2點半，咱伫教會舉辦薛新梅姐妹的告別禮拜。第六，交代東港訓練甲台語的領詩的訓練，咱要伫4月13號，伫咱的2樓禮拜堂來舉行，時間是下晡1點到3點，咱會當伫1樓來報名。第七，聖工的事奉表，新的一期的聖工事奉表已經準備好啊！請咱參與活塞東港會當到1樓櫃台來摕。第八，獎學金通過的名單，研究所有林玉文。大專有张丁显、张约典、许承恩、张贺、黄慧谦；高中有陈佑新、许伯恩、张信仪、李志源；高中有郑子琪甲吕新妍。咱要伫4月6號第1禮拜中來頒發，請同學會當迄天會當來參加禮拜來親自來領獎。第九，奉獻證明，咱今仔日禮拜了會當伫1樓來找幹事來摕咱2024年的奉獻證明。第十，恭喜4月受生，咱請牧師來祝福。来看咱的周报中间，伊个伫4月份生日的兄弟，请起立，咱为你唱生日快乐歌，以及要为恁祝福。那名单无伫顶面的，你游玩是4月份生日的，会当嘛游玩起立，咱甲你恭喜，而且要甲你祝福。来，我在场有几位请起立吧。哦，下边啊，个啥？好，咱做来唱2遍。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咱同心为着因来做一个祝福的祈祷。全能的上帝，伫你的面前，阮感谢你，因为你的听伫阮的中间，互阮真做你听的囝儿。阮感谢你，互4月份生日的兄弟伫阮的中间，互阮会当甲因同齐欢喜，因为主你赏赐因满满的恩典，伫过去的日子，因带因经过每一个路站，互因领受丰盛的平安、丰盛的疼痛。这是阮恳求上帝，你将加倍恩典束缚伫因的身躯顶，互因的一生牵条着你的应允，勇敢向前来跑走。愿这时刻甲因同欢喜，愿主束缚伫因本身以及因的家庭。愿主亲身看顾因，带因行伫主你为因备办的道路顶面。愿咱的同心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搁一届甲因讲生日快乐。好，来，咱来介绍新朋友。有一位新朋友柯金木先生弟兄，他是昨天来附近联署，然后有来我们教会，然后今天也有来我们礼拜。他是士林教会在士林教会聚会，临时需要来我们这边，很欢迎。好，欢迎柯弟兄。好，这时咱互相来请安。请咱由愿徛地来唱，祝福的诗，新圣诗第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
牧师来祝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所带来救赎甲毋忘，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伫地对一粒到永世代无煞。阿免。请坐列倒。礼拜即时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